继续来关心立法院伫进前法官行政院提出的国会职权法案复议案。总统赖清德20号表示，已经完成签署，而且公布法案。不过呢，伊嘛讲修法的条文内底有违反宪法的义务，而且有侵害司法权和人民隐私，所以会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，也有暂时处分。总统赖清德嘛表态，释宪的结果伫也未出来进前，伊未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。我要强调，我们反对国会扩权，不是反对国会改革。改革国会的方式更应该合法合宪。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，头一摆伫总统府公开谈话，表示完成签署立法院通过国会职权法案。不过认为修正条文有违宪的基本，所以加诸侵害人民基本权利这意见，并且宣布启动宪法诉讼。基于守护宪政秩序，我将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以及暂时处分。治病如此，治国也是一样的道理。未经审慎评估讨论的法律或制度移植，也可能对国家的宪政运作、人民的权利保障造成不良后果。总统府委有律师说明了大申请释宪理由，包含伫无修宪情况下，要求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，并且接受质询，甲权力分立原则有冲突，侵害总统的人事主动形成权等。赖总统也强调，法案条文中牵涉调查听证的规定，引起国内外产业界烦恼，是提出释宪的主因。我们的确有收到许许多多来自企业界、外国商会，甚至国际的关心，这个也是总统府我本人提出释宪的主要原因。不宜通过任何法律对于经济产业的发展带来任何的冲击，这个是我们对国家、社会、人民最基本的底线。赖总统也讲，释宪结果也未出来进前，家己未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。我也呼吁在野党应该要尊重宪法的严肃性，在大法官还没有做出释宪结果之前，也不宜贸然采取行动。另外，在野党这期现任大法官拢是民进党政府任命的，对执政者唔敢忤逆。赖清德回应，大法官任用拢经过严格宪政的程序，呼吁调解最后拢应该接受释宪结果，才法度消除宪政争议，让国家继续前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